Hello，我係維他，今日同大家返去音聯邦試兩套 High End 友一定識嘅大葫蘆德國 MBL Radio Strela 全向輻射喇叭。今次我哋會試佢兩個系列，一套係佢哋嘅101E Mark II，另外一套係佢哋嘅頂級101 Extreme Mark II。佢哋系列係以 Storm Audio ISP Evo 設計，係全方位嘅聆聽感覺。唔需要有固定嘅皇帝位，喺俾大家試聽之前，你哋會見到音聯邦老總溫先生同埋10多位同事用3個鐘頭嚟砌起部機，未計搭線。咁我唔阻住大家睇到佢哋砌機嘅過程。記住 Like、Share、Subscribe， 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個動力去揾多啲新嘢返嚟。因版權問題，兩套試音片，我會喺片尾額外分開2條 link， 希望大家見諒。MBL 101X 開車，說到 MBL 這個101X，我們其實就算是玩了幾十年的這個 Hi-Fi 音響的話，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發燒友，也不一定有現場有機會可以去聆聽到這套音箱。為什麼？因為第一，它會比較複雜；第二的話，就是一般的代理的話，就是也很少的話有機會去展示給我們的發燒友去聆聽。當然我們在展會也有可能會聽過，但因為它的這個在展會出現在開聲的這種機會也不是很大，所以說我們呢就有很多發燒友，其實包括音樂的這個愛好者，他其實都沒有機會是真正去聆聽一套完整的101X這個 MBL 的這個旗艦。然後今天我們開始來把它開箱，然後把它全部裝到我們音聯邦國際音響廣場這裡，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深圳甚至全國的這些發燒友那就有機會來到我們音聯邦國際音響廣場這邊來，好好的去聆聽它 MBL 最好的這個技術和聲音。哎呀，擦一下汗先，哇，搞了3個多小時，終於把它裝起來了。看到這裡所有的這個線材都準備好了，我準備開始接線，很快就可以聽到最棒的聲音出來。德國 MBL 101X 大滿配。大家頭先睇完溫總嘅開箱片，而家去佢哋嘅 Hi-Fi 音響高保真音響地帶嘅試音室，試第一套嘅係 MBL 100E Mark II。喺度我要多謝音聯邦銷售經理 Rita 帶我試音同埋教我點樣去認識呢套 MBL 嘅機。我去測試完之後就開始正式錄音。跟住我哋而家過去新概念音響館，聽埋佢哋另外一套 MBL 頂級嘅101 Extreme Mark II。喺未正式試聽之前，我哋可以參觀下佢哋嘅展館。我諗如果唔係參加音響展，都唔會有啲咁嘅地方俾我哋試音。MBL 呢對喇叭高中音就用碳纖維振膜，低音就係用鋁質單體。同埋佢唔會有雙體音染，唔會因為音箱嘅材質震盪而令到影響音質嘅原汁原味。Don't fade away. Just stay the night.
when nothing was ever what it seemed. You smiled and the world stood still. But love like ours was never real. Every moment felt like forever, but forever wasn't enough. 最後都係要多謝一聲呢位銷售經理 Rita 同埋佢咁多位同事，俾我哋有個咁嘅機會去聽到呢套德國高級喇叭 MBL， 價錢上係全球排行第7。作為呢條片嘅結尾，會加多一條30秒嘅黑膠碟音響試聽。